国际新闻来看，全球的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。美国岛城拉斯维加斯大水河已经落几啊天了，有真侪所在哦，拢淹水，嘛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，几啊千户失电。另外，伫欧洲的西班牙嘛，因为风台哦，首都马德里在内有真侪所在拢会落大水河，嘛造成灾情。有民众是掉伫车内底等待救援，是真危险哦。 远远望去，拢照浸水车，连警车嘛浸伫水内，也有民众南河伫刹车。美国内华达州的岛城拉斯维加斯连续几天落大水雨，虽然雨伫车衫渐渐缓和，不过极端气候发威，至少9月的雨季降雨无正常。岛城的消防单位指出，地灾性的大水雨造成4000户断电，30台汽车浸水。 几落10人掉伫大水中等待救援，甚至传出有一个人去互大水冲走，不幸死亡。岛城8月底才拄着风台希拉瑞的侵袭，岛城大多规个桥淹去，较无2礼拜又搁面临大水灾。若是欧洲的西班牙拄着戴马风暴的侵袭，西班牙国家气象中心针对首都马德里、托雷多、卡迪兹这所在发布最高的红色暴雨警戒。 车衫呼吁民众非必要唔通出外。若是西班牙东岸加泰隆尼亚的阿尔卡纳，车衫拄着大水的侵袭，大水淹到2层楼悬，民众敢若会当用床单来脱困。Nos hemos organizado, hemos con las toallas y con las sábanas, hemos hecho lianas y dos chicos que estaban agarrados a unas columnas se han agarrado a la liana y los puedo subir a la planta de arriba. 西班牙气象局统计。 西班牙的北部、西部甲东部沿海过去24点钟的降雨量突破200毫米，一寡道路熊熊淹去，包括加泰隆尼亚甲瓦伦西亚，一寡民众因为大水掉伫车内，消防人员赶往救援，看起来是真危险。气象单位的暴雨警戒会至少持续到7时为止。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。